他一不图兵力，二不图钱财，他图什么？图我？啊？此女子钟情我。坠入情网了。那日他马匹受惊，是我挺身而出。杀！龙骨是花园城秘宝，可治百病，仅此一根。韩硕入赘花园的重要原因，就是为了得到龙骨。为达目的，他暗中设计了一场英雄救美，想与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一见钟情，再利用他骗取龙骨。你是何人？玄虎城少城主韩硕，他便对我情根深重，当街抢亲。你就是那个来我们花园城入赘的韩硕。小模样长得也挺标致。把它洗干净，今晚送到我府上。三公主，此人婚妹是要经过城主亲自下令的，当街强抢，与理不合，你这城主知道了。自幼没有我陈芊芊要不来的东西。三公主，不就是玄武城少城主吗？我这就向母亲请令与他成亲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明日大婚。大婚当夜他就害您入狱，那是他为了救我才不顾名节，谎称有孕也要救我们。我还得感谢三公主，送了我一顶绿帽子。哎呦，少君你想开一点嘛！这孩子虽然不是你的，可媳妇是你的。他还在教坊司当众羞辱您呢。那他立马后悔了，他向我道歉，他还小姨温柔。哎呀，三公主为何对韩某如此掏心掏肺？因为我想让你开心。让我开心？多说无用，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便宜好用不粘人，包你满意。死了可就太可惜了。少君，你说三公主的话能信吗？能信。